你敢知影？其实今仔日是我第一摆在遐尔啊侪人面头前承认的。孙小健，阮朋友是毋是无你想遐尼恐怖？你够恐怖啦！我有讲伊恐怖，因人拢真好啊。只是酒啉落了后，有小可小小。小我呢。无，而且我嘛甲你讲过啊，伊就感觉你足够做，佫毋相信。其实我无想过讲，我有一天会使亲像今仔日安尼，遐尔啊自在。第一摆出轨一定最恐怖呀。其实嘛，毋是干那出轨尔啦，像我嘛无想过讲吼，我有法度含你谈这种远距离恋爱。远距离恋爱，我只是去台中做兵尔咧。你敢会受这个？我不要讲话。以后会安怎，我唔知影。啊，毋过我相信，咱一定会做伙，照顾诶。好啊，这做一个人。对啦，我今仔有去买一个新的香水哦，你要闻看卖无？香水，你今日遮尼主动哦。哇，你骗我哩！无爱啦，拢是臭酒味。哪有手味？足香呀！哇，你去用白胶啦，莫用我生一摆别人的。足香的，你骗看卖无爱啦，紧来啦，我要生一摆。无我斟者。好，来啊，来。礼拜暗时8点，拜六礼拜就伫公司台语台。